嘿，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啊，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7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77天。前线共发生149起战斗，其中53起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说俄军失去了装备和武器。乌克兰军队报告了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清剿6个村庄的情况。乌克兰国民卫队亚速第1军团士兵与邻近的下属部队一起阻止了敌人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推进。在过去3天里，乌克兰军队在该战线清理了敌人占领的一系列居民点。这些村庄包括格鲁兹克、卢比日涅、新沃迪亚内、彼得里夫卡、韦塞莱和佐洛托伊科洛迪亚兹。在搜索和打击行动中，乌克兰军人清除了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多个村庄。由于在军团作战区采取积极行动，敌人遭受重大人员损失。根据亚速部队称，此次行动共击毙271名占领者，另有101名入侵者受伤。此外，乌克兰军人还俘获了13名俄罗斯军人。俄军损失大量的装备和武器，1辆坦克、2辆装甲车、37辆汽车和摩托车以及3门火炮。亚速第1军团强调，在多布罗皮尔方向稳定行动仍在继续。为了给普京访美这个助威为了给普京去阿拉斯加这个打气，俄军不惜代价搞了一次孤军深入的献礼工程，不计代价的这个突进到这个乌军的这个深处从前锋位置又插入乌军防区15公里，脱离俄军炮兵支援的范围，没有建立补给线，只能靠无人机供火力支援，运输少量物资。为了节约补给，穿插部队几乎是纯步车辆很少。结果是坚持到第3天或者第4天，穿插部队陆续失去战斗力，吃喝还可以从那个村庄里居民点去拿，或者去那些小卖部小商店抢，但是弹药不够，那就没办法了。虽然有后方无人机飞过来助战，运送一些这个弹药，但最终还是没能扛得过。经过3天的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东北方向摧毁了俄军的突出部，收复土地约140平方公里。本次战役乌军击毙俄军400多人，俘虏数十人，主要来自俄军第132摩步旅，也就是那个顿巴斯伪军算上伤员大约歼敌2个营。现在还有一个不到100人的俄军小部队被困在一个小村庄内。有军事专家预计俄军这次进攻损失大概是500-600人。作为两浦峰会的线战斗人，对吧？这俄军士兵这是突击部队还是经过精挑细选，基本都是3岁以下体力非常好的，因为他要徒步穿插背着这个武器弹药辎重穿插10几公里，这个一般人办不到所以体力要好。但是这些精锐全被乌军一网打尽。媒体报道乌军击退了向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皮利亚推进的俄军。俄军在鲁贝日内、佐洛特伊科洛迪亚兹韦塞莱、沃尔内、沙霍夫、尼卡诺里夫卡和苏赫茨克附近被击退，切断了俄军几天前在乌克兰防线上筑起的突出部。乌军的第93旅清除并控制了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格鲁兹克和韦塞莱村，也就是最近这个俄罗斯媒体所宣传的叫突出部泽伦斯基说当地时间8月15号，泽伦斯基在普特会开始几小时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视频声明，称俄罗斯当天空袭苏梅州等乌克兰多地。泽伦斯基称谈判之日俄罗斯人还在进攻，这说明了一切。他表示，最近乌方与美国和欧洲讨论了真正有效的方案，每个人都希望战争得到公正的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那也是对多处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轰炸。当地时间16日，俄方通报称前一天梁赞州一处工厂的火药车间发生大爆炸，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130人受伤，死者中至少有4名俄军士兵。目前车间的建筑已经全部被炸毁，现场清理工作还在继续。俄方已调派了70名专家、28台设备进场。随着现场被逐步清理，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军工厂的火药之间发生爆炸。从这个视频来看这次爆炸威力很大，隔着几公里都能看到蘑菇云升起，想来现场会非常惨烈。有消息称就是这座工厂的这个车间，就同一个车间，在2021年10月也是距
今年大约4年前，同样发生了一起严重爆炸事，导致了17人死亡。这种爆炸现象也是常见的，因为大国的很多那个烟花炮竹那个就是工厂也经常由于这个火药就是粉尘储存不合理啊，就是违规存放等等，很容易引发爆炸起火。那如果是乌军的无人机过去的，对吧？只要有一架无人机在那爆炸，都会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梁赞州州长叫马尔科夫说啊，8月18日星期一被宣布为梁赞地区哀悼日，州长向受害者亲属表示哀悼，并祝愿受害者早日康复。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俄罗斯中亚地区天然气管道，引发巨大爆炸和火灾，给俄罗斯前线能源供应造成重大打击。这是双方一些战线的情况。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国际援助。那么这2天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特朗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会晤现在这个会晤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据推测双方谈的应该是比预期要差，本来要谈7、8个小时，后来说谈了不到3个小时，草草结束，也就是双方没什么好谈。从这个特朗普和普京两人这个新闻发布会也可以看到，特朗普似乎这个遭受了挫败，普京好歹对吧，对着记者的这个质问大声的这个提问，普京好歹还坚持了对吧7、8分钟，特朗普这草草的说了4、5分钟就结束了，似乎兴致不佳。因为这个特朗普一旦兴致他会侃侃而谈，对吧？这是拜登的战争，把责任都推给拜登，然后这个功劳都是他的，然后他要隶属，对吧？从1月份开始也调停了什么国际矛盾，对吧？不讲个半个小时那是停不了的。结果这次只讲了4分钟说明他心不在焉。这个按照黄俄的说法，会后普京连饭都没吃，坐上飞机就走了。当然了，也有这个川粉说这个美国根本没有给这个俄罗斯的代表团准备午餐，饭都不给他们。双方各自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有眼尖的记者还有网友发现这个普京在跟特朗普会谈的时候，那个小桌子上面茶几上面放着一摞材料，有记者说那是历史文件是用来向特朗普证明自古以来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也有可能但是我感觉它更像是这个飞行路线图就是那个飞机航班的飞行路线地图。这玩意这个普京是随身携带上了飞机之后就开始研究，不时的看看窗外然后把这个机长叫过来问你现在往哪边飞往东还是往南还是往西，对吧？飞到哪儿了指给我看看。普京是开过飞机的，对吧？所以他的航线他应该知道一点，对吧？最后确认了是飞向莫斯科，普京这个心才稍微这个安定一点。隔一会儿就把人叫过来问现在飞到哪儿了。这个特朗普也是急急忙忙坐着专机就飞回这个白宫我看这个好像落地之后是特朗普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记者采访一个专访在这个接受福克斯专访过程中这个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共识点有很多只有1、2项比较重大的，但我认为现在也能解决。特朗普认为自己只是调停人不会替别人做决定剩下的就看泽连斯基自己能不能做成。他也认为欧洲国家必须对吧要参与进来。大家看视频。 So did you have alone time with him? Yeah, I did. I did actually after our speeches. He made a very good speech, and I also finished it up. And afterwards, we spoke. Right after that, we spoke very sincerely. I think he wants to see it done. I want to see if we can get it done. You know, it's not a done deal at all. They're going to set up a meeting now between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Putin. And myself, I guess, you know, I didn't ask you about it. Not that I want to be there, but I want to make sure it gets done. And we agreed on a lot of points. I mean, a lot of points were agreed on. But there's not that much. There's, you know, 1 or 2 pretty significant items, but I think they can be reached. Now it's really up to President Zelensky to get it done. And I would also say the European nations, they have to get involved a little bit.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land swaps. There will be more Russian territory than there had been. And what Ukraine wants and needs desperately is our security measures that won't be NATO related. If you had to look into your crystal ball, is that how it ends? Well, I think those are points that we negotiated, and those are points that we largely have agreed on, actually. I think we're pretty close to a deal. Now, look, Ukraine has to agree to it. Maybe they'll say no. India doesn't buy your oil. The European Union won't buy it. And why in the back of my head was I thinking, wait a minute, Donald Trump just delayed possible increase in tariffs on China. Why do I think that probably President Trump was thinking ahead that maybe
if you had to, that would have been part of the consequences. Well,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today, I think I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Now, I may have to think about it in 2 weeks or 3 weeks or something, but we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right now. I think the meeting went very well. It's a 这个特朗普说的比较艺术啊，他说这有1、2项比较重大的问题没达成一致，恰恰你这次双普会谈的核心就是停火啊，1、2项比较重大的问题就是停火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这次双普会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实际上就是配合普京啊，对吧？给普京做嫁衣，然后甩锅给乌克兰和欧洲。总之不能停火，那是因为你乌克兰投降，对吧？你欧洲还在输送武器，还在支持乌克兰，所以停不了火，对吧？这么说的话，停火很容易啊，只要乌克兰投降就停火了。泽连斯基啊，最纳闷的是什么？就在这个特朗普和普京啊阿拉斯加这个会晤之前，泽连斯基和这个欧洲的国家领导人马克龙、斯塔默，还有这个莫尔茨，还有特朗普，他们达成一致，就是在这个双普会上，特朗普的任务是要普京，对吧？先停火。结果这个特朗普一见到普京以后啊，跟普京的眼睛对视了一会儿，特朗普的主意就变了。特朗普说啊，他说各方都认为俄乌应直接达成和平协议，而非停火协议，这个意思完全就反过来了啊，也就是特朗普跟普京对视了一会儿之后啊，他就完全被普京啊折服了。他本来是支持欧洲，对吧？乌克兰提议先停火再和谈，结果他立马改变了主意，变成达成和平协议而非停火协议，完全支持普京啊。8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文，在阿拉斯加度过了极其成功的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非常顺利。深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包括备受尊敬的北约秘书长在内多位欧洲领导人通话也十分顺畅。所有人都认为结束俄乌之间的这场可怕战争最佳方式是直接达成和平协议，以彻底终结战争，而不仅仅是达成停火协议，因为停火协议往往难以持久。泽连斯基总统将于周一下午前往华盛顿特区到访椭圆形办公室，如果一切顺利，我们随后将安排与普京总统的会面，这有可能挽救数百人的生命。所以我一直说啊，这个特朗普跟普京交手啊，占不着便宜，对吧？这一个回合下来，普京可以说是赢大发了。首先一个，这个特朗普已经啊变成支持普京了，直接达成协议，和平协议。达不成和平协议，那你就是你乌克兰无理取闹，你欧洲，对吧？也是无理取闹，责任不在这个普京，不在俄罗斯。俄罗斯是一心向往和平啊，奈何乌克兰和欧洲不同意啊。第二个，你看啊，今天这个双普会谈一结束，这特朗普也不提制裁的事了。泽连斯基不理解特朗普为何放弃了他在谈判开始前实现停火的要求。8月16号，泽连斯基本人通过社交媒体啊说啊，和特朗普聊了1个半小时，下周一赴美。他表示此次对话长时间且富有实质性内容。两人先是进行了1对1会谈，随后邀请欧洲领导人加入。通话持续了1个半小时以上，其中包括1小时的乌美双边对话。乌方表示啊，已准备好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特朗普介绍了他与普京的会晤情况以及双方讨论的要点。泽连斯基说啊，乌方支持特朗普提出的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举行3方会谈的提议。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参与到其中每一个环节中，与美国一同确保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也就是乌克兰一定要拉上欧洲啊，跟俄罗斯谈。对于这个双普会谈啊，那欧洲的领导人欧盟是什么态度呢？当地时间8月16日，欧盟委员会官网发布，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波兰总理图斯克联合声明，欧洲将推进筹备乌美俄3方会晤。联合声明称，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拉斯加会晤后，向欧洲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报。各国领导人欢迎特朗普为结束俄乌冲突以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所做努力。欧洲也准备与美国和乌克兰合作，推进筹备3方会晤。同时啊，欧盟及欧洲多国强调对乌克兰安全保障，俄不能否决乌克兰入盟入约，也就是加入欧盟和加入北约，俄罗斯无权干涉。联合声明指出啊，乌克兰必须拥有钢铁一般的安全保障，才能有效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欧洲欢迎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准备提供安全保障，自愿联盟已准备好发挥积极作用。声明称啊，不应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及其与第三国的合作，俄罗斯不能否决乌克兰加入
入欧盟和北约的道路。乌克兰应自行决定领土问题。联合声明强调，乌克兰应自行决定其领土问题，国际边界不得以武力改变。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决心为乌克兰保持强大做出更多努力，以结束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联合声明还表示，只要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就随时准备继续对俄罗斯施压。我们将继续加强制裁和更广泛的经济措施，对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施加压力，直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个欧盟联合声明的意思很简单关于领土，那由乌克兰说了算。也就是说，用武力改变这个领土边界，这是欧洲是不能接受的。那言下之意就是乌克兰自愿放弃，那是乌克兰的事情，你只能这么理解然后这个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北约，乌克兰有权与第三方国家合作，乌克兰有权利发展军事，并且美国愿意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不得以武力改变边界。那意思就是边界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只不过是不能用武力改变。现在的球就到了泽连斯基身上。这个路透社报道他说川普告诉欧洲领导人，如果泽连斯基将整个顿巴斯地区，包括目前俄罗斯尚未控制的地区移交给俄罗斯，和平就能很快实现。作为交换，普京提出按照现有路线停火，并书面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和欧洲。也就是普京要求乌克兰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撤军，作为结束俄罗斯战争的条件。据4位了解会谈情况的人士透露，普京在阿拉斯加与特朗普会晤时提出了这一请求。特朗普随后在周六电话中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传达了这一信息，敦促他们放弃向莫斯科争取停火的努力。3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作为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交换，普京表示他将冻结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南部地区的前线，他的军队在那里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不会发动新的攻击来占领更多土地如果特朗普把这个跟普京的谈判谈成这样，那不就是个耻辱？这不就是让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就是乌克兰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撤军完了之后，俄军并不是说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撤军，他只是冻结战线那儿我就不抢你们家的土地了，不再多抢了，对吧？抢来的还是我们的。而如果你把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俄罗斯还没抢到的地方，你主动让出，咱们就停火，这不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顿巴斯地区也就是这个卢甘斯克、什么顿涅茨克那一带就是红军城，现在双方人脑子打成狗脑子的，那个是2014年以来到现在将近11年了，乌克兰建造的坚固的堡垒地区正是这片庞大的堡垒让相对弱势的乌军挡住了俄军持续猛烈的。如果乌克兰主动的退出整个顿巴斯地区，把这个地方让给俄军，那就相当于他把整个的防线最坚固的阵地堡垒交给了俄罗斯。俄罗斯是叫兵不血刃直接拿下整个的叫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叫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和康丁诺夫等地区，整个乌克兰东部就是大门洞开，俄军可以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对吧？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直达这个基辅这个城下，就像大明丢了上海关是一个道理。乌克兰不答应，那么就停不了火，停不了火的责任就是在这按照特朗普的这个逻辑绕来绕去一切责任还是在乌克兰。8月16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向俄罗斯继续施压，迫使其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这位欧盟外交官表示严酷的现实是俄罗斯并不想结束与乌克兰的战斗，而是在拖延时间，假装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实质性谈判。卡拉斯强调美国有能迫使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认真的谈判，并指出俄乌冲突的根源仍是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而不是欧洲安全架构中想象出来的失衡。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在制定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美国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表示他说，当我听到美国总统把普京描述成他极要好的朋友时，我感到一阵恶心。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个战犯。捷克外长帕里夫斯基在美俄总统会晤前发帖说你也许能通过对暴力的让步政策获得暂时的安抚，但你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持久的和平。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是1938年6月这个当时的英国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他说的。因为当时那个张伯伦就像现在的这个特朗普一样，正在搞绥靖政策，跟那个小胡子希特勒两个人眉来眼去的。这个安东尼·艾登这个外交大臣他为了抗议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愤而辞职，并发表上述讲话。也就是说，你对暴力的让步获得暂时的安抚，但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持久的和平。很不幸这位英国的外交大臣一语成谶没过多久，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特朗普的精神牧师
马克·伯恩斯在特朗普与普京会面后，对他进行了克制的，就是委婉的批评啊，说美国必须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面，对于我们国家和全球争取自由的斗争而言是一个关键时刻。乌克兰曾多次同意停火，但正是俄罗斯一直在破坏这些协议，导致暴力升级，无辜的家庭正在遭受破坏，生命正在逝去。现在不是做出空洞姿态的时候，而是需要展现果敢领导力的时刻。和平不是通过压制受害者或奖励侵略行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坚守原则来获得的。说我们并不是为混乱之神服务，而是为正义之神服务。正义要求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并向全力说出真相。咱们前几天都已经说过了，这个普京只要跟特朗普一会晤啊，那么在俄罗斯国内呢，肯定是掀起一阵高潮啊，赢麻了，对吧？首先这个俄罗斯的民众啊，看到这个美国的大兵啊跪在地上为这个普京啊铺那个红地毯，这种视觉冲击啊，这种效果，那感觉美国就是个战败国啊。然后这个普京啊，他的专机啊离开阿拉斯加的时候，美国空军还派了这个战斗机护航，历时4年的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外交封锁，对吧？这下轻易就打破了。而且这个双普还约定了在莫斯科啊相约莫斯科。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啊在社交平台发文，他渲染啊这个俄美会晤的5项成果，就像那个挨炸了的伊朗，对吧？他的那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吧？挨了这个美伊的炸之后啊，他出来说了啊，伊朗获得了3个胜利，也就是说你要当个国家领导人会总结，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总结的是俄美会晤的5个成果啊，跟那个哈梅内伊的3个胜利意思差不多。他说第一个，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最高级别的会晤机制已经完全恢复啊，就是说以后这个俄罗斯和美国总统之间有来有往，对吧？你来我往，那打得火热，这个不会再有什么最后通牒和威胁。第二个是俄罗斯总统亲自并详细向美国总统阐述我方关于结束乌克兰冲突的条件，也就是我把条件开给特朗普了啊，说经过3个小时的磋商，白宫领导人已放弃升级对俄施压。第四个是关键在于会晤证明，即使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期间，说无前提条件的谈判仍可进行。第5个是核心成果是双方明确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中达成成果的责任在乌克兰和欧洲，也就是啊锅队给乌克兰和欧洲准备好了，对吧？不能停火，那是因为你乌克兰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对吧？你欧洲还在拱火浇油，沿着实控线停火，然后法律上不承认俄战区啊为俄罗斯的领土，这个恐怕是泽连斯基能接受的线。至于从对吧顿巴斯啊，从这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撤出乌克兰部队，泽连斯基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胆，所以啊所谓的这个停火恐怕也要烂尾，双方还要接着打。特朗普啊没有这个实力啊让这个俄罗斯停火，就应该啊回到拜登的这个老路上，对吧？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就完了，无非是让欧洲掏钱买，对吧？你美国不出钱，就不要再搅和了。路透社说得好啊，说美国没有牌可以迫使乌克兰接受一项不利的协议。乌克兰正在生产更多所需要的武器，欧洲的成本和产量都在增长。他说没错，特朗普可以削减对欧洲的武器销售，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这将对美国的全球形象造成毁灭性后果。如果特朗普试图向乌克兰乃至欧洲施压，迫使其接受一项不利的协议，他会发现美国手中已经没有牌了。所以我说啊，压力给到了泽连斯基这边，就看泽连斯基能不能顶得住，割地求和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